日呢個活動真的愛你唱響北美大灣區紫色經典金曲夜。咁啊，今日咧係由我哋主辦單位宏偉子馮醫師發起嘅。咁我哋喺活動開始之前咧，咁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啦。咁我叫 Marlin， 咁我 partner Benny， 咁 Benny 你介紹一下自己好唔好啊？好，大家好，我係 Benny 朱，我係整啲鄰舍就係Active Community Engagement 嘅組長，同埋都係呢次活動嘅 MC。大家好，我是 Benny，就是我是正金民社的現任會長，然後也是這次活動的 MC。對了 ，Mark， 就是我們聽說您是打算競選萬景第二區的市議員，是嗎？係啊多謝大家。咁事不宜遲，咁我哋今日活動開始啦喎。咁我哋先睇兩個片先，好唔好啊？因為今日呢個活動咧，其實好有意義。咁係由加拿大宏偉子發起啦，咁亦係由我哋中加大灣區總會、北美大灣區總會發起嘅協辦呢個活動。咁我哋喺開始活動之前咧，咁我哋先睇一個短片，然之後我哋就開始啦。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的《真的愛你》唱向北美大灣區紫色經典金曲夜的新聞發布會。在活動開始之前呢，請大家先來欣賞兩個視頻。築夢大灣區好有意思嘅呢個活動。築夢大灣區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思、有意義的。好啦，因為個視頻咧都幾長下嘅，咁亦係人才仔喺大灣區去做呢個視頻出嚟啦。咁我先介紹咗呢個活動先。咁我哋呢個活動係喺6月6號舉行嘅，咁就係真的愛你唱響北美大灣區紫色經典金曲夜。咁今日咧，我哋在台上咧都有好多我哋嘅貴賓喺度，有我哋嘅發起人馮醫師啦，馮偉強醫師，咁亦有發起人之一嘅我哋三哥Wing 係咯。咁我哋嘅贊助有雲峰門窗喺度，有 William。咁我哋亦有至尊假期啦，亦係我哋贊助之一。咁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金曲夜啦，咁亦係一個咧好有意義嘅活動嚟嘅喎。咁我哋今日亦有至愛中心嘅代表喺度。
咁當然我哋亦有我哋好好嘅議員，何議員、萬錦市約克區域議員、萬錦市區域議員何議員喺度。咁喺我哋活動開始之前咧，我哋會有另外一套短片介紹一下我哋發起人係嘅背景啦，就關於馮醫師嘅背景嘅。咁之後咧，我哋會有請馮醫師為我哋即係講幾句話支持。好，咁我哋睇視頻先好唔好啊？原会所成立于2009年，由冯伟强医师一手创办。自成立以来，始终以服务社区，帮扶有需要的人群为核心宗旨。文慧寺2019年成立，由我馮偉強醫師創立，以服務社區，幫助有需要人群為宗旨。冯偉強醫師懷着對中華文化的深厚敬意與傳承之心，積極投身社區各類公益活動、文化交流活動，憑借專業的醫學素養和認真負責的態度，為眾多社區人群提供了細緻的醫療保障與健康指導，幫助了眾多社區有需要的人群。而這份對專業的堅守與對他人的熱忱，也延續到了他的公益事業中。多年來，他始終熱心社會公益，以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和藝術為己任，用實際行動幫助社會大眾，讓更多人感受到中華傳統醫學與文化的無法力量。我要組團中醫推廣打源自由集中，通過社區各類型活動推廣中醫文化。好，在今天的活动，开始之前呢，请让我们就是再简要的介绍一下各位嘉宾。这次活动是由冯伟强医师还有Wing An先生发起的。同时呢，我们的嘉宾也有这个万锦市备受爱戴的约克区区议员何武景先生，还有挚爱中心的代表凯比，红枫门窗的代表，还有至尊假期的代表。好，現在有請馮偉強醫生為我們講幾句。大家好，由我文慧寺發起嘅主辦嘅真的愛你主題懷舊金曲音樂晚宴，文慧寺係今次活動嘅主辦單位，特別感謝宏豐門窗與各大贊助商嘅鼎力支持。讓我哋能舉辦呢個晚宴嘅慈善為目的嘅音樂晚會，也為增強中加兩地文化嘅交流，全程推廣大灣區同香港流行粵語歌曲嘅精神。我哋從大灣區請嚟咗著名音樂主持人並演出。藉着呢個音樂晚宴，讓大家開心共聚一堂，共同為社會慈善出一分力。再次多謝大家嘅親朋好友到嚟呢次活動，得到大家嘅鼎力支持。我作為策劃與贊助人，我代表文慧寺將本次嘅晚宴收入捐俾自愛中心，多謝宏豐門窗，多謝特別議員，多謝三方，多謝自愛中心啊！多謝馮醫師。咁我哋接住落嚟咧，由我哋嘅萬錦市區域議員陶景先生先發言，何議員發言。謝謝。大家好，首先咧就多謝各位蒞臨啦，更加要多謝傳媒嘅朋友。我係何景，係萬錦市區域議員嘅萬錦市文化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喺社區嘅文化活動咧，我同埋我哋萬錦市咧一向咧都非常之支持嘅。
今日特別高興咧，就係咧多謝阿馮醫師雲惠子，佢發起呢一個真的愛你唱響北美嘅一個 concert 一個演唱會咧，籌募到嘅錢咧係捐俾至愛中心。大家知道啦，至愛中心其實喺我哋大多倫多地區咧嘅工作咧已經好長時間㗎啦。咁咧佢過去咧都幫助到好多有需要嘅人。大家知道咧佢服務嘅對象咧就係有一啲譬如智障嘅朋友啊咁。因此咧，我哋喺呢度咧，我非常之多謝雲惠子，多謝至愛中心咁多年嘅努力。希望咧大家支持買多啲飛，捐多啲錢，咁樣令到咧就呢個演唱會成功，至愛中心咧可以收到更多嘅捐款。多謝各位。好，謝謝所有主持人的支持。好，現在有請紅楓門窗的代表來為我們講幾句。講國語定講廣東話？你方便啦。英文啊？有得。咁我可以唔嘥大家好多時間。係大家好，我係宏豐門窗嘅代表William， 我本小人姓曹，咁母語都係粵語。最大一個原因，我哋公司咧一受到三哥嘅邀請咧，我哋就大力支持咧。一方面係我哋希望一個咧就係令我哋嘅粵語發光發亮 ，OK 一路傳承落去啦。另外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公司服務社區36週年，咁我哋亦都希望咧，我哋公司咧可以適當地回饋翻我哋個社會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做緊好有意義嘅嘢，咁我代表公司咧，希望我哋個晚會咧會辦得非常之成功。多謝各位。多謝宏豐門窗。其實宏豐門窗係今日我哋呢個活動嘅冠名贊助嚟嘅，咁佢哋非常支持呢個活動啦。咁我哋亦有另外一個贊助商嘅，咁就係至尊假期。咁我哋有請至尊假期幫我哋派俾佢。因為至尊假期咧，佢俾電話我，佢話今朝早咧有個重要嘅會議，可能怕咧會遲啲嚟，盡量趕啊。因為咧佢仲喺開緊會咁樣。我喺度咧就非常多謝至尊假期。咁我一開聲，今次搞呢個活動，支持雲惠子主辦呢次嘅晚宴咧，好多好朋友一聽到有意義嘅活動咧，佢話得三哥你嗌到仲要係慈善嘅，幫助雲惠子能夠可以帶動社區嘅幫助到至愛殘疾中心嗰啲咧，佢話我非常感激，唔使講啦，三哥你講啦，我會支持，或者宏豐門窗老闆，一早去啲已經講咗啦，淨係講一句係慈善嘅，一定支持。咁我喺度咧好多謝各位即係贊助商，就冇一一咁讀出嚟啦，又因為太多我就喺呢度咧再深切咁多謝各位贊助商，好多啲係建築行業，我哋都係建築出身嘅，咁所以佢開到聲咧都好容易。特別咧，我再次多謝宏豐門窗呢個老闆兼老友，唔使講一早講咗三哥出聲，佢話一定做啊！今次咧個活動咧，佢一句就講，我嗌佢冠名贊助，你話點就點啦，支持一句嘢就唔多講非常多謝宏豐門窗，多謝。咁三哥不如咁樣啦，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咧仲有一個係協辦機構嘅，係中加大灣區總會啦，文旅總會，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機構啊？咁呢個機構咧，呢位咧就我都係邀請範圍之一嘅，係會喺星藝音樂學院。星海，呢個仲清楚過我嘅。佢我就邀請咗曾經廣州電視台著名嘅主持音樂人陳德雄先生咧，就喺廣州咧長期都開演唱會搞活動搞成嘅。
咁啊，今次咧借在呢次嘅真的愛你呢個牌頭咧，佢亦起得好好，亦為我哋咧即係點到最高嘅嘢。咁啊，所以佢話唱響不理，由雲為止，打響頭炮。咁啊，以後咧，我哋中加咧兩地咧會有互相交流、互相扶持。不管呢度嘅人想參與翻去國內開演唱會又好，佢哋國內過嚟開演唱會都好，不管香港又好點都好，佢話一定我哋大家緊力合作，一定做到最好。今次呢個慈善咧，佢話好有意義，所以咧佢話一定要嚟，佢專程趕過嚟，去3號先過到嚟，佢因為咧佢。琴日仲有個演唱會搞緊，24號仲啱搞完，咁佢話馬不停蹄就要籌辦呢次嘅演唱會，咁非常我又喺度再多謝呢位老友，多謝各位傳媒，多謝大家鼎力支持，各位真係再次感激多謝大家，在座嗰啲甚至乎呢度嘅歌星亦好支持。我淨係講一句，係為咗慈善嘅，好多出錢出力真係我都唔知點樣講嘅先。我喺度再次多謝。好，謝謝三哥。就這次的活動呢，就這次的活動呢，我們請來了來自這個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的著名歌星譚月如女士，還有著名的音樂主持人陳大紅先生，就是好感謝三哥的這個鼎力協作。好啦，咁我哋有我哋嘅主辦機構同埋我哋嘅贊助商發言人啦。咁其實我哋都想有請我哋摯愛中心嘅 Ivy 姐幫我哋講兩句，好唔好啊？好，現在我們有請摯愛中心的 Ivy 姐為我們來講幾句。大家好，我係摯愛中心嘅 President。我哋中心咧成立咗16年。我哋首先咧，我係要最感謝就係豪景議員。佢由我哋第一日已經開始嚟到同阿何太一直都喺度支持我哋。咁我哋咧就摯愛中心咧，我哋係一間安省註冊嘅慈善機構。我哋暫時都未有政府直接嘅資助，所以我哋咧由而家咧，我哋都係每年都係要靠申請政府有啲特別嘅funding，同埋咧我哋每年都要籌款嚟到資助我哋個中心嘅。我哋係專為智障人士同埋自閉症嘅中心。我哋今日咧都有我哋16年前創辦我哋摯愛中心嘅 Hugo 喺度。咁佢咧因為開始嗰陣時咧，佢咧就邀請咗何議員啦，同埋市長啦，同埋一班嘅社區嘅人士啦，一齊我哋就成立呢個摯愛中心。今日我哋咧都有我哋嘅顧問郭永官醫生都喺我哋嘅中間，咁我哋好感謝我哋嘅團隊啦，同埋好感謝社區嘅嘅有心嘅人士啦，特別係感謝咧何景咧就上2個禮拜咧就邀請咗阿馮醫師同埋阿馮太嚟到參觀我哋摯愛中心，咁佢當時咧都係挑選緊一間受惠機構嘅，咁我哋好感恩佢就即係選咗我哋都好榮幸，多謝阿馮醫師。咁咧又好多謝今次有主辦單位嘅阿三哥啦，同埋其他啲贊助商啦嚟到支持我哋。咁其實我哋摯愛中心咧16年嚟咧，我哋都係一直嘅幫助智障。我哋而家最近咧就擴展咗。有一間第2間嘅培訓中心，係幫助啲學生咧有一個職場嘅訓練，等佢哋咧就可以出去揾工做嘅。咁咧同埋我哋咧都有一間奶茶咖啡店，咁我哋都好歡迎大家第日過嚟
我哋個咖啡奶茶店咧嚟到幫襯下我哋，大家知道我哋智障嘅學生都係有能力，都係有可能做到嘅。咁我哋呢個茶店咧個名字咧叫做智愛茶會。咁我哋好歡迎你哋到時嚟我哋喺度食晏啦，捧下場，睇下我哋嘅學生嘅能力多謝各位。好，謝謝艾米女士的致辭。就是她所創辦的摯愛中心是一個致力於幫助有智力缺陷的人士的一個慈善組織，就是多年來呢為社區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然後摯愛中心是從16年前開始就離不開這個郭永光醫生的幫助，還有這個 Hugo 先生。然後呢，除了就是幫助這個智障人士之外，摯愛中心也致力於為青少年進行一些職業培訓，同時呢，他們也有一間自己的咖啡奶茶店。好，讓我們再次感謝這個艾米女士。咁多謝Danny 同埋各位在台上嘅朋友啦。咁今日我哋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儀式嘅喎。咁因為我哋咧呢個活動，宏惠子會喺收益裏面撥出3000蚊啦，捐俾摯愛中心嘅。咁我哋今日都有一張支票轉贈儀式嘅喺度。咁我哋先攞出張大支票好唔好啊？在這次的活動中呢，我們將特意撥出3000元的善款來捐給摯愛中心。現在呢，是這個支票簽收儀式。出嚟咧就由我哋企出嚟外面影張相會好啲。不要出來，不要出來。這個可以㗎啦。咁我哋依家咧就由黃惠子同偉強醫師咧，同埋所有嘅贊助商一齊將支票轉贈俾摯愛中心。看前面了，醫師和所有的贊助商一起將支票正式交給摯愛中心。